有这个中营航空的机师为着病毒，桃园市原来真紧张。早起一透早，中立、中正公园的体检站嘛是排日排甲长，100外的民众摕到简讯，要来做 PCR 的采检。桃园市政府嘛针对着中营机师为着病毒的事件，提出着3重的防护，要全面来阻挡印度变种病毒的入侵。 100外位民众拢是收到简讯，一透早就来排队，等要做采检。我们很多困扰，为什么？为什么有什么困扰？公司都马上叫我们停班啦，就不能上班啦。是哦。对，马上就叫我们休息了。不过，嘛有人家图隔离，互李干事叫来做体检，说干那个所在不唔对去。我们没有收到简讯，然后他就说什么，我们应该要去别的地方，就收到简讯的人是有风险的。通市府除了2个社区体检站，有已经责任病院负责采检。针对有收到警示简讯，身体有出现症头的民众来采检，目前连续2天已经采检1076个人。就有喉咙痛，然后原本想说是诈骗，然后结果后面想一想，好像很多人都有中，就只分开，要不然怎么办？也不知道他到底有没有中啊。 市民大家拢真惊讲，为着阻挡技术为着病毒的事件扩大，有3站的防护。第一站是较真正的接触者，包括机组员、北科护工同学厝内人拢伫检疫所隔离。第2站中央机组员、北科护工师先进行 PCR 的采检。第3站是针对社区有收到101万简讯的人进行采检。我们集中检疫所做第2次的这个筛检，好，如果 PCR 都是阴性。 那么北科复工的学生就暂时可以不用做这个第2次的快筛。收到简讯的民众嘛免伤烦恼，无一定有直接的接触，只是较保险的，要是需要一站来做防护，才会当赶紧来阻挡传播链。好，来继续来看。